全鸡锅，喜欢我的许环文，跟我们的年有余庆昌盛，就是我们创意的吴佳玉。为协助咱市庇护工厂年节产品行销，市府高里举办推销记者会，邀请侪间绿色机构来推广因的产品。现场咱会当看到菩提成员、喜憨儿社福基金会、联心园、展艺烘焙坊、创意印刷等单位展示因的产品。每天也呼吁社会各界会当多多采购。寒冬除了送暖之外，最重要的是送出好美食啊！对啊，所以我们这么多美食，其实哦，大概加了 CP 值就高的哦，所以没烦恼说哦，那可能是可钱来帮忙。事实上，我们付出，但是我们的社服团体给我们这么多的精彩的年菜，让我们很轻松，既享受美食，又可以做公益哈。那谢谢我们今天参加刚刚上菜秀的这么多团体哈因为有你们，那我们冬天的时候更觉温暖，因为有你们，让我们社会更觉得这个台南市是有爱的城市，所以说很欢迎各位，我们年菜一定要加码再加码，好不好？除了年菜礼品，庇护工厂也有推出年菜组，并由知名餐厅锦霞楼以及汉典食品的技术指导，推出丰盛的年菜组合。市欢迎大家拨卡劳工局有个专线，有订庇护产品，不只会当予年节送礼更加有温度，更会当鼓励身心障碍朋友，互因找回自信甲自尊，嘛会当帮助来分担家计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